咁咧，我哋啱啱咧已經講完咗斜上拋啦。咁斜下拋平拋講完斜平拋啦。咁我哋實際上啊，斜下拋其實同平拋係差唔多嘅啫，唯獨唔同嘅咩啊？平拋我哋嘅初速度咧係向右嘅，而 y 方向嘅速度咧，一開頭咧我哋嘅 uy 咧或速 y 方向嘅速度係0嚟嘅。而斜下拋唔同，佢一開頭咧就係向住地下掉落去嘅。OK， 可能掉炸彈定點樣都好啦。係啦，然後我哋嘅水平方向咧，由於佢斜下拋，佢一開頭嘅掉嘅方向同水平方向有夾角嘅，所以要分翻成水平方向 v0 cos theta， 呢個一定要記得。OK， 水平方向 v0 cos theta， 然之後 y 方向 v0 sin theta， 有冇問題？咁然後啊，實際上我哋一樣啦 ，x 方向咧同平拋一樣係勻速運動，咁所以就係 x 等於 v0 cos theta 乘以 t。y 方向咧係勻加速運動。加速度就係重力，因為佢受到重力嘅影響啊嘛，重力加速度。咁所以 y 咧就等於 v0 sin theta 乘上 t， 我呢度寫漏咗，乘上我哋嘅 t 加1/2 gt 平方。OK， 咁咧我哋即刻睇一睇我哋嘅筆記裏邊嘅題目啦。係啦，我哋睇一睇啦。喺呢條題目裏邊咧，呢條係平拋嚟嘅。OK， 佢話啦，有個俯衝轟炸機同水平成37度角，由於佢俯衝，咁即係咧呢個轟炸機啊，佢一定會係向下咁樣衝過去37度。OK， 咁然之後最後一定會慢慢點樣跌咗落去啦。好啦，然之後咧佢高度嘅732米咧，第一粒炸彈5秒咧之後就跌落地下，咁我哋就照代嘅啫。首先我哋話 V0 係唔知嘅，但我哋由於知佢俯衝。係啦，所以我哋知道咧，佢水平嘅初速度咧，水平嘅初速度係 v0 cos 37度，然後乘翻 t 等於我哋嘅水平位移，因為呢個其實就係 s 等於 v 乘 t 啫。但我哋研究嘅係 x 方向，即係個飛機向右走嘅速度，向右走速度係 v0 cos 37度，然之後乘翻個時間，咁就係向右走嗰個位移啦。由 y 方向就係我哋嘅732對 v0 sin 37度，乘翻時間，又係漏咗呢度。OK， 乘翻時間加去1/2 gt 平方。OK， 咁一樣啦，我哋會知道 t 知道 g 知道 t 平方啦，可以推翻出嚟咧 v0 同埋 x 係幾多嘅？咁有咗 v0 同 x 咪水平射程咯 ，v0 咪就係初速度咯。咁 A、B 問咧就係呢度都搞掂噶啦，打字嘅試一試。佢話光着地嘅速度啊，着地速度會等於最後嘅 vx 平方加 vy 平方，開根號呢個 v 合。咁 Vx 咧係冇變過嘅，因為 Vx 方向咧係勻速運動，即係多 v0 cos 37度嘅平方。而 y 方向係勻加速運動。你話 y 方向勻加速，佢係初速 uy 加 at。咁初速 uy 咧就係 v0 sin 37度，而 at 咧就係 g 乘以 t。咁將呢個塞翻落去，然之後平方咗佢就搞掂㗎啦。如果我講得太快咧，你哋可以暫停聽一聽。